跟我们讲一下哈，你这个手机的这个问题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我这个月10月10号到台湾大哥大去做续约跟换购手机的动作。所以你是续约买手机吗？对，续约买手机。哦，那你当时买的手机，就是你旧手机的资料，他怎么跟你说的？因为我现场问续约的门市小姐说有没有帮我们做，就是资料 copy 的动作，她说他们有这个服务，所以请我们把手机留在那边，她现场帮我们做操作跟资料转换的动作，这样子。对，那当时手机是放在店里面，让店员去做你这个备份的动作吗？刚开始在那边备份大概半个多小时，然后他说还要1至2个小时，请我跟我先生先去用餐。但我们出去大约1个多小时，就接到门市的电话说手机有状况，请我们赶快回门市。那你回到店里发现是什么问题？手机宕机，他说备份上有一些问题，整个手机就是大宕机。当时你在店里面发现说你手机里面的资料完全遗失，那他们店员给你的解释是怎样？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备份上没有疏失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宕机，然后请我先生跟我回店里来了解手机的状况。那我跟我先生回到店里的时候，发现手机就是整个大宕机，那资料也都不见了，全部都不见，因为无法关机也无法开机。那你有去询问他如何去操作这个备份的这个步骤吗？流程的部分，我先生有跟他询问跟确认。那他们当下是说手机操作上确认无误，但是大概2、3天后再约我们到店里，他们后来在门市有确认他们的操作是有问题的。他们有承认？有承认。